是阮东南一等一个歌手，伫这个所在你伫咧挑战到了歌星，这是无可能啊！因为歌星并无来到骨斗病。好，你有来也好，无来也好，伫玉龙峰这个所在，我那相信三界的信仰。 我们相信过去的事情啊！这个时阵，杨虎宝前头来出手双杀掉正东三甲，手中火头宝刀来出手了。 哎，跟这边看上谁啊？火头会射出到一脚宝刀。 正刀三脚，三脚四面含入威勇之势。就在弯弯的所在内出现第一道歌声。英雄，自古英雄谁不是？有事担心叫喊声了。就在这时阵，来出现第一道白色队员来出了。 全凭豪气骄傲，望险江山，风流徜徉过世间，为人造不停，英雄多人，这个人不是大人，这个人也就是东南一等一个绝代歌手，绝代歌星邓丽君。铁马为真相，将出心王。我是来有地这个绝代歌星邓丽君，你想一边？ 唔通浪费着你死啊！我无当想一边，因为我报告这种交代，今仔日任何